明明昨晚已經瞓咗6、7個鐘，鬧鐘一響，你第一個感覺唔係醒咗，而係好似被人硬生生由水底拉返上嚟。你瞓喺床上，眼開咗，但個人仲未返嚟，隻手第一時間摸電話，睇下有冇公司信息，有冇學校群組通知。然後你望一望時間，心入面第一句係又嚟。返工途中，你喺地鐵或者巴士入面望住窗外，個腦好似冇嘢諗，但其實又唔係真正空白。你諗緊今日個會，老闆昨日嗰句說話，客戶未覆嘅 email， 小朋友今晚要默書，屋企張水、電煤單，仲有自己已經拖咗好耐都未處理嘅身體檢查。到咗公司，你飲第一杯咖啡，下午3、4點，個人開始散，但你仲要頂住。你同自己講，今晚一定早啲瞓。但到夜晚返到屋企，沖完涼，食完飯，處理完所有雜事，終於坐低，你又唔想瞓，唔係唔攰，係唔甘心。你好似覺得成日時間都俾晒公司、屋企責任，得返夜晚臨瞓前嗰少少時間，先真正屬於自己。於是你攞起電話，諗住睇10分鐘，結果一睇就1個鐘。你明知聽日會後悔，但你停唔到。第二朝你又怪自己，點解我咁冇自律？點解我咁懶？點解連早啲瞓都做唔到？但今日我想同你講，可能真正問題唔係你懶，可能係你太耐冇真正休息。今集心理說明書，我哋會用一本書講清一個好多成年人都卡住嘅心理位。點解你明明瞓咗仍然覺得攰？點解你放假反而好似更空虛？點解你知道要休息，但一停低就內疚，一瞓低就焦慮？今日會講嘅書係蔡宇哲同蔡佳璇合著嘅《好好休息，心不累，身體不疲憊，大腦不報廢的好眠人生實踐法》。蔡宇哲係研究睡眠同心理學嘅學者，蔡佳璇係臨床心理師。呢本書最值得講嘅地方，唔係佢單純教你幾點瞓，點樣改善睡眠，而係佢幫我哋重新理解一件事：休息唔係懶，休息係一種能力。好，返到今日個問題。好多人講攰，其實唔係單一種攰，有一種係身體攰，你可能行咗好多路，做咗好多家務，抱小朋友、搬嘢，長時間企或者長期坐喺辦公室，頸肩膊痛，腰背好似唔係自己。有一種係腦攰，你成日開會、決策、計數、覆信息、處理表格、睇報告，表面上你坐喺度冇喐，但個腦由朝到晚都喺高速運轉。仲有一種係心攰，呢種最難同人講。你可能成日要保持禮貌，忍住唔發火，扮冇事，照顧人感受。喺公司要成熟，返到屋企要負責，喺父母面前要乖，喺仔女面前要穩定，喺伴侶面前又唔想將負能量倒晒出嚟。所以到最後，你唔係單純眼瞓，你係整個人被用到好薄，好似一張紙，輕輕一扯就會裂。你講攰，可能有人會話邊個唔攰？你講想早啲走，可能有人會覺得你唔夠搏。你講想放空，可能屋企人會覺得你自私。久而久之，你就學識一件事：休息要有理由，病咗先可以休息，完成晒所有事先可以休息，證明自己有價值之後先可以休息。於是你將休息放到人生最後一格，工作先，責任先，家人先，錢先，所有人嘅需要都先，自己最後。問題係人唔係機器，就算機器都要熄機、散熱、保養。你部電話跌到1%電，你會即刻引充電器，但你自己跌到1%電，你反而會問點解我咁冇用？呢本書好重要嘅提醒就係，休息唔係工作完成之後嘅獎品，休息係令你可以繼續生活嘅基本維修。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休息緊，其實只係換一種方式消耗自己。例如放工返屋企，你攤喺梳化碌電話，身體好似停咗，但你個腦一路接收新資訊。新聞、短片、朋友旅行相、同事升職、陌生人嘅爭拗，演算法推俾你嘅焦慮。你以為自己放鬆，實際上大腦又開多幾十個分頁。又例如你放假安排得滿滿，朝早飲茶，中午帶小朋友上興趣班，下午去商場買嘢，夜晚家庭飯局，返到屋企仲要洗衫執屋。星期一返工，你心入面問：我明明放咗假，點解仲攰過之前？因為你嘅假期未必有收復。你只係將工作日嘅趕急搬到休息日。又例如有啲人好鍾意用睡眠追債，平日瞓4-5個鐘，週末瞓到中午甚至下午。補眠有時係身體需要，但如果成個星期都亂晒，星期六日瞓到生理時鐘更加混亂。
星期日夜晚又瞓唔着，星期一又再痛苦，咁你唔係休息緊，你係喺一個循環入面還債再借債。所以真正問題唔係你有冇停低，而係你停低嗰陣有冇真正停止消耗。我哋可以將呢個狀態想象成一架車，你每日由朝踩油門踩到晚，開會踩油門，趕 deadline 踩油門，覆訊息踩油門，處理家事踩油門，情緒忍耐都係踩油門。到夜晚你終於停車，但引擎冇熄，仲喺轟轟聲。你人瞓喺床，身體好似喐唔到，但心入面仲係緊，個腦仲係快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明明好攰，但瞓唔着，因為睡眠唔係靠命令，你唔可以同自己講即刻瞓，個腦就聽話。你越命令自己瞓，越會檢查自己有冇瞓着。你一檢查就更加清醒，然後你開始計，如果我而家瞓仲有5個鐘，如果再過半個鐘先瞓，就得返4個半鐘。聽日個會點算？最後睡覺變成考試，本嚟床係安全嘅地方，慢慢變成壓力場所。你一瞓上去，身體記得嘅唔係放鬆，而係又嚟，今晚又要同失眠搏鬥。呢本書講，好好休息，其實第一步唔係夜晚先開始，而係白天已經開始。好多人最大誤會係，我白天盡量搏，夜晚一次過休息。好似你可以由朝到晚瘋狂提款，然後夜晚一次過存返晒，但精力唔係咁運作。當你白天完全冇空隙，去到夜晚身體可能已經太攰，神經系統卻又太亢奮，你就會出現一種很矛盾嘅狀態，攰到想死，但醒到瞓唔着。所以第一個核心概念係，真正休息要由微休息開始。微休息唔係去旅行，唔係請大假，微休息係你每日喺生活縫隙入面幫自己留返少少氧氣。例如開完一個壓力好大嘅會，你唔好即刻衝入下一個 email，你可以俾自己3分鐘，企起身，斟杯水，望一望窗外，感覺自己雙腳踩喺地下，唔係為咗養生打卡，而係同你個身體講，頭先嗰場仗完咗，暫時安全。例如午飯時間，你唔好一路食一路睇工作信息，就算只係15分鐘，你都可以將手機反轉，真正食一餐飯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好多時我哋唔係冇時間休息，而係每個可休息嘅空隙都被我哋自動交返俾工作同手機。例如放工返到屋企樓下，你唔好一邊行入門口一邊覆最後一個信息，你可以喺樓下停1分鐘，呼一口氣，心入面講：我而家由工作角色返去屋企角色。呢1分鐘好細，但對身體嚟講係一個轉場。我哋最缺嘅往往唔係長假，而係轉場。由公司去屋企冇轉場，由父母角色去自己角色冇轉場，由工作腦去睡眠腦冇轉場，所有角色黐埋一齊，結果你一日24小時都好似有人叫緊你。微休息嘅作用就係幫你喺生活入面重新劃返啲邊界。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我今日有冇一段時間唔需要表現，唔需要回應，唔需要解決問題？如果答案係冇，咁你嘅攰就唔奇怪，因為你成日都喺輸出，從來冇真正回收。第二個核心概念係，你要分清楚身體攰、腦攰、心攰。好多時我哋用錯方法休息，係因為我哋冇分清自己究竟邊度攰。如果你係身體攰，可能需要嘅係睡眠、伸展、熱水澡、少少溫和活動，或者真正坐低唔做嘢。但如果你係腦攰，你再睇好多資訊，再追劇，再研究投資，再上網比較，你個腦其實冇休息過。如果你係心攰，你需要嘅可能唔係娛樂，而係被理解、被容許、被安靜對待。可能你需要同一個可信任嘅人講一句：我今日真係好辛苦。又或者你需要喺日記寫低：我唔係做得唔夠，我只係已經用咗好多力。好多成年人最慘嘅位係心攰，但用腦休息；腦攰，但用刺激休息；身體攰，但又逼自己再做多啲。你明明係情緒上被掏空，但你選擇睇社交平台，結果睇到人哋生活好精彩，你更加覺得自己失敗。你明明係腦攰，但你放假安排大量行程，影相、打卡、排隊，返到屋企仲要執相。你以為你獎勵自己，其實你又開咗另一份工。你明明係身體長期緊繃，但你只係攤喺床上諗嘢，沒有讓身體真正慢慢放鬆。所以休息唔係問我有冇停，而係問我而家最需要補返邊一種能量。你可以將自己想象成有3嚿電池：身體電池、腦力電池、心力電池。每日收工前問自己3句：第一，我身體電量有幾多？第二，我腦力電量有幾多？
第三，我心力電量有幾多？如果身體得返20%，你今晚就唔好再安排大量家務同運動挑戰；如果腦力得返1成，你就唔好再用複雜資訊折磨自己；如果心力得返半格，你就唔好再逼自己做一個好有耐性、好會照顧所有人情緒嘅聖人。你唔係無限量供應。呢句說話對好多負責任嘅好多人嚟講好難接受，因為你可能由細到大都被訓練成有能力就要撐，有責任就唔好停，辛苦都唔好出聲。但成年之後，你會發現一個人長期唔保養自己，唔會變成更有責任，只會變成更易爆、更麻木、更容易喺最重要嘅人面前失控。所以休息唔係逃避責任，休息係避免你用一個壞咗嘅自己去承擔責任。第三個核心概念係要瞓得好，先要學識降速。好多睡眠建議都會講環境、光線、咖啡、手機呢啲當然重要。但喺心理層面，更核心嘅係你日間嘅速度有冇機會慢慢降落到夜晚。如果你由朝到晚都處於警戒狀態，夜晚一關燈，身體唔會即刻相信世界安全。尤其係香港人，好多時屋企唔一定安靜，電話唔一定停，工作唔一定完，家庭要求唔一定少。你要身體瞓，身體可能會問你，你肯定等陣會唔會又有人揾你？你肯定冇嘢漏咗，你肯定聽日唔會出事。所以我哋需要一啲方法，唔係為咗扮平靜，而係幫身體接收安全信號。書中目錄提到 stop、正念呼吸、身體掃描、自我疼惜呢啲字眼，可能有啲人一聽就覺得好抽象，好似要坐喺瑜伽墊上面先做到。但其實你可以用好日常嘅方式理解。stop 可以好簡單，停一停，呼一口氣，觀察自己而家發生咩事，然後先選擇下一步。例如你放工前收到老闆一個訊息，語氣好急，你第一反應係心跳加快，想即刻覆，想證明自己有做嘢。但你可以停10秒，問自己：我而家係真係需要即刻回應，定係我被焦慮推住走？有時你仍然要覆，但你會由被追住走變成有意識咁回應。例如你返到屋企，小朋友又嘈，伴侶又問你嘢，你突然好想爆，你可以去廁所洗個手，望住水流，呼3口氣，唔係叫你壓抑情緒，而係俾自己一個緩衝。唔好將一整日嘅壓力倒落最親近嘅人身上。例如你夜晚瞓唔着，開始責怪自己，又失眠又冇用。你可以將注意力放返去身體，感覺枕頭托住頭，床承托住背，雙腳有冇凍，肩膊有冇縮起。你唔需要逼自己放鬆，只需要知道自己緊張緊。好多時被看見嘅緊張已經會慢慢細聲少少。呢個就係身體掃描嘅意思，唔係神奇技巧，唔係做一次就瞓到天光，而係你開始學識同身體重新連線。因為長期過勞嘅人，好多時已經唔識聽身體講嘢，到某一刻，身體就唔再輕聲提醒你，而係用失眠、頭痛、胃痛、心悸、易怒去大聲叫你停。當然呢啲身體症狀可以有好多原因，如果持續或嚴重，一定要睇醫生或專業人士。喺呢度我想講嘅係休息能力其中一部分，就係重新聽得明自己身體嘅細聲提醒，而唔係等到佢大叫先理。除咗降速，另一個好重要嘅睡眠概念係你唔係控制睡眠，你係創造適合睡眠發生嘅條件。呢句好重要，因為好多失眠嘅人最辛苦嘅唔單止係瞓唔着，而係佢哋好努力想瞓着，越努力越清醒，越清醒越驚，越驚就越瞓唔到。睡眠好似一隻怕生嘅貓，你越追住佢，佢越走。你要做嘅係將環境變安全，慢慢坐低，佢先有機會行埋嚟。咁可以點樣創造條件？第一，盡量令身體知道幾時係日頭，幾時係夜晚。白天接觸自然光，夜晚減少強光同刺激，係俾生理時鐘一個比較清楚嘅信號。好多人日頭喺室內對住電腦，夜晚對住手機到凌晨，身體收到嘅信號好混亂，應該醒嘅時候唔夠醒，應該瞓嘅時候又太光太刺激。第二，床最好重新變返睡覺嘅地方。如果你長期喺床上覆 email、追劇、工作，身體會慢慢學識，床等於工作站，床等於戲院，床等於戰場。到你真正想瞓，身體唔會覺得床係休息，反而覺得又要開工。我知道香港屋企細，唔係人人有書房、有梳化、有自己空間，所以現實修正版係，就算同一張床，你都可以做一個小小分界。例如睡前最後20分鐘唔喺床上覆工作訊息，
電話充電放遠少少。如果要睇片，就坐喺床邊或者椅上，唔好一攤上床就開始無限碌。第三，睡前要有收工儀式。好多大腦瞓唔着，係因為佢覺得今日未完，未覆嘅 email、未做嘅家務、未解決嘅關係、未安排嘅明天，全部喺關燈之後排隊入嚟。所以你可以喺睡前半個鐘寫低3樣嘢：第一，今日未完成嘅事；第二，明天第一步可以做咩；第三，今日已經完成咗咩？呢個練習嘅重點唔係寫得靚，唔係做生產力管理，而係同個腦講：我見到你擔心嘅嘢，我已經放喺紙上，今晚唔需要再用腦袋記住。好多焦慮其實唔係想折磨你，而係驚你漏嘢。你將嘢寫低，焦慮先有機會放手。第四，手機要有界線，唔係因為手機邪惡，而係因為手機太懂得捉住你。短片一條接一條，信息一個接一個，新聞一單接一單。你本嚟只係想放鬆，結果大腦一直被餵新刺激。有啲人會話，但我唔睇電話會好悶。正正係呢個悶，可能就係你需要重新學習嘅休息入口。真正休息有時會有少少悶，因為大腦由高刺激退下嚟，初初一定唔習慣。就好似長期食好濃味嘅人，突然食清淡會覺得冇味，但冇味唔代表冇用，可能係你嘅感官終於有機會慢慢恢復。你唔需要一下子戒晒，你可以由今晚開始，睡前15分鐘唔碌電話，15分鐘已經夠。你可以聽安靜音樂、拉筋、沖個熱水涼、執一執明天要用嘅嘢，或者只係坐低飲水。重點係唔好用最高刺激嘅活動作為入睡前最後一件事。但講到呢度，我哋都要誠實，好好休息。唔係人人都可以單靠個人意志做到。生活有好多結構性壓力。你可能輪班，生理時鐘好難穩定；你可能住得細，同家人同房，想靜都冇得靜；你可能有初生嬰兒，有年老父母要照顧，有長期痛症，有經濟壓力。你可能唔係唔想早瞓，而係你根本冇條件早瞓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將休息變成另一種責備，唔好由我唔夠努力變成我連休息都做得唔好，咁樣只會令你更加辛苦。呢本書好有價值嘅地方係，佢提醒我哋休息係需要主動安排嘅能力，但我哋要加一個香港現實修正。你唔需要追求完美睡眠，你唔需要每日11點上床，7點起身，完全冇壓力，手機完全消失。對好多人嚟講，第一步唔係完美，而係少一點傷害。例如你做唔到早睡1個鐘，可唔可以早10分鐘？你做唔到睡前完全唔用電話，可唔可以將最刺激嘅短片換成較安靜嘅音樂？你做唔到每日運動，可唔可以晚飯後行10分鐘？你做唔到長時間冥想，可唔可以喺沖涼時真正感覺水溫，而唔係繼續喺腦入面開會？真正改變通常唔係由宏大決心開始，而係由一個細到你覺得有啲可笑嘅行動開始。因為對長期過勞嘅人嚟講，太大嘅改變會變成壓力。你一開始就話我要由今日起，每日10點半瞓，7點做運動，完全唔睇電話，好可能3日後失敗，然後你又多一個理由討厭自己。所以今日我想俾你一個練習，叫做3層收工儀式。今晚你唔需要改變成個人生，你只需要喺睡前20分鐘做3件好小嘅事。第一層，身體收工，你可以換衫、洗面、沖涼，或者只係將工作袋放到一個固定位置。第二層，腦袋收工，攞一張紙寫低3件未完成嘅事，每件事後面只寫明天第一步，唔好寫成長篇計劃，唔好喺睡前做策略會議，只要令大腦知道呢啲事冇消失，但今晚唔需要再用焦慮記住。第三層，情緒收工，你可以問自己，今日我最攰嘅位係邊度？可能係被人催，可能係被誤解，亦可能係照顧所有人，但冇人問你一句好唔好。你唔需要即刻解決，你只係承認，然後同自己講一句，今日已經夠了，剩低嘅我明天再處理。呢句說話對有啲人嚟講會好陌生，因為你可能好耐冇同自己講過夠。你成日講嘅係未夠好、未完成、未可以停。但一個人要瞓得着，有時最需要嘅唔係更多方法，而係一個允許，我可以暫時不用再追。你可以試7日，唔好用成功失敗去評分，只係觀察。每日記低4樣嘢，今晚幾點放低電話，幾點上床，入睡前情緒係咩，第二朝精神大概幾多分。你唔係監控自己，你係開始理解自己。
如果7日之後你發現原嚟每次夜晚飲咖啡都瞓得差，咁你學到嘢。如果你發現每次同家人爭執後都要碌電話到好夜，咁你學到嘢。如果你發現真正令你攰嘅唔係工作量，而係長期扮冇事，咁你更加學到嘢。休息嘅第一步係誠實，誠實承認我攰，誠實承認我唔係無限，誠實承認我有時碌電話唔係因為我廢，而係因為我太想攞返一點屬於自己嘅時間。誠實承認我可能唔係需要更努力，而係需要更懂得停。我好鍾意將休息想象成一個人同自己嘅關係。當你唔准自己休息，其實你係同自己講，除非你有用，否則你不值得被照顧。但當你開始好好休息，你係重新同自己講，就算你未完成所有事，你仍然值得被照顧。呢個轉變好細，但好深，因為好多香港成年人由細到大都學識用成績、收入、職位、家庭責任去證明自己。你要做得好，先有人放心。你要撐得住，先算成熟；你要唔麻煩人，先算懂事。結果你一路長大，一路離自己身體越嚟越遠，直到有一日你瞓唔着，你好攰，你對人冇耐性，你對生活冇期待，你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壞咗？但也許你冇壞，你只係太耐，冇真正停機。真正休息唔會令你變得冇用，相反，真正休息會令你慢慢返到自己身上。你會開始知道邊啲責任真係你要承擔，邊啲指示你習慣性攬上身。你會開始知道邊啲人需要你回應，邊啲信息可以明天先覆。你會開始知道你唔需要用透支自己去證明你值得存在。所以今日講好好休息，我最想留俾你嘅唔係一堆睡眠技巧，而係一個重新理解自己嘅角度。你夜晚唔願瞓，可能唔係你壞，而係你白天太少自己。你放假都攰，可能唔係你年紀大，而係你從嚟冇俾大腦同情緒真正下班。你瞓咗都唔恢復，可能唔係你冇希望，而係你需要學識一種新嘅休息方式。由今晚開始，唔好再問自己點解我咁冇用，連瞓覺都做唔好。試下換一個問法，我今日究竟用咗幾多力？我有冇俾自己一個真正回氣嘅空間？你可能會發現，原嚟你唔係懶，你係撐咗太耐。如果今集令你諗起自己，今晚唔需要即刻改晒所有習慣，只要做一件事，睡前20分鐘，幫自己收工，身體收工，腦袋收工，情緒收工。你唔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開始俾自己一個信號，今日到呢度可以了。願你今晚唔係因為撐到冇電先倒下，而係因為你終於允許自己好好休息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幫我哋 like 同 share， 亦可以訂閱心理說明書。我哋會繼續用一本書講清一個香港人常見嘅心理卡關位，陪你慢慢睇清自己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